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智能家居到先进的个人设备，2024年的科技产品以其创新和智能化特质，让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遐想。今天，我们将揭开这一年最新科技产品的神秘面纱，带您领略未来科技的无限魅力。一智能家居的革命，全景 AI 家居系统。2024年，智能家居技术迎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发展。全景 AI 家居系统以其高度集成化和智能化的特点，引领了智能家居的新潮流。通过一个中央控制系统，用户可以轻松管理家中的所有智能设备，从照明、温控到安防系统，甚至可以控制家电的运转状态。这个系统的核心是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，它能够根据用户的生活习惯自动调整设置。例如，早上7点，系统会自动打开窗帘，调节到适宜的温度，启动咖啡机，而这些设置都可以通过语音指令或手机应用进行调整。此外，全景 AI 家居系统还具备智能学习功能，它会不断学习用户的喜好，逐步优化和调整环境设置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。2. 穿戴设备的突破，智能增强现实眼镜。智能增强现实 AR 眼镜在2024年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。这款新型 AR 眼镜不仅更加轻便时尚，而且其显示效果和交互体验也得到了显著提升。与传统的 AR 眼镜相比，新一代眼镜拥有更高的分辨率、更广的视场角和更低的延迟，用户在佩戴时能够获得更加清晰、真实的增强现实体验。这款眼镜内置的智能助手能够提供实时翻译、导航提示，甚至还可以实现虚拟协作功能。无论是工作中的远程会议，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信息查询， AR 眼镜都能通过虚拟图层将信息呈现在用户的视野中，大大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。3. 个人健康管理的新时代，智能健康手环。在2024年，智能健康手环不仅是一个记录运动数据的设备，它还具备了更多创新功能。这款智能手环配备了最新的生物传感技术，能够实时监测用户的心率、血氧水平、睡眠质量，甚至能够检测体内的某些生物标志物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款手环还具备人工智能分析功能。通过对用户健康数据的深入分析，手环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和生活方式调整方案。无论是通过提醒用户调整饮食，还是提供锻炼建议，智能健康手环都能够帮助用户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。4. 移动办公的新趋势，全折叠屏笔记本。随着远程办公的普及，2024年推出的全折叠屏笔记本将成为新一代工作利器。这款笔记本配备了一块可折叠的大屏幕，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将其展开成一个超大屏幕的工作区域，或者折叠成便于携带的紧凑形态。全折叠屏笔记本不仅在显示效果上实现了突破，它的触控屏幕还支持多点触控和手写输入，极大提升了操作的灵活性。此外，得益于新一代的处理器和电池技术，这款笔记本在性能和续航方面也得到了显著提升，满足了现代移动办公对高效能和长时间使用的需求。5. 未来出行的蓝图，电动无人驾驶汽车。在2024年，电动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从概念车走向了市场。这些汽车不仅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，还在设计和性能上达到了新的高度。通过最新的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，这些无人驾驶汽车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的驾驶，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。电动无人驾驶汽车还具备了智能导航和实时交通信息功能，可以根据实时交通情况优化行驶路线。
此外，车内的智能系统能够为乘客提供舒适的娱乐体验，包括个性化的音乐、视频播放和语音助手服务，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愉快和轻松。总结：2024年的科技产品在各个领域都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创新和突破。从智能家居的全景 AI 系统，到智能 AR 眼镜和健康手环，再到全折叠屏笔记本和电动无人驾驶汽车，这些前沿科技产品不仅提升了我们的生活质量，也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未来的生活将变得更加智能、便捷和令人兴奋。让我们一起期待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吧。